嘅人嚟講，係咪真係冇得比較呢？係咪真係喺就業同埋創業兩方面冇得比較呢？多謝各位。反方同學有1分鐘嘅時間準備。有請反方同學答辯。你有1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計時員示意。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終於發覺有方來立場係啲乜嘢啦？佢成日以為咧就業嘅人一定永遠停留喺同一個位置入面做同一份工作，但係要知道咧就業係有機會不斷咁晉升㗎嘛。即使一個清潔工人咧，佢都有機會晉身上去成為主管，甚至晉身成為經理。喺晉升嘅過程入面，佢可能了解到唔同階層、唔同職級、唔同崗位嘅人嘅感受。同一時間咧，佢面對住上司要學懂睇上司嘅面色，呢種人生經驗係咪又係創業一定能夠達到嘅呢？更何況今日我方所講嘅例子係只係清潔工呢，我方講咗林林總總唔同嘅工種，有警察、有護士、有醫護人員、有飛機師，甚至係公務員、議員都好，係咪佢哋因為只係打份工，所以得到人生經驗一定比創業嘅人少呢？今日有方羅嘅立場係咪認為只有從商經驗嘅人，佢哋得到嘅人生經驗先係最有價值呢？多謝各位。有請反方同學作第3次嘅台下發問。你有1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今日有方龍同學開辯第二個論點就係話創業嘅好處可以訓練到抗壓力。嗱，同樣地，就業都要承受各方面嘅壓力。巴士司機工時長，冇休息嘅時間，又要背負車上乘客嘅性命。結論就係，其實各種嘅行業、各種嘅就業都會有唔同嘅經驗同埋人生經歷。請問有方開公司壓力大，但係巴士司機、醫生、護士都要背負到人哋其他人嘅性命，難道呢就係叫冇壓力咩？多謝各位。正方同學有1分鐘嘅時間準備。有請正方同學答辯。你有1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計時員示意。試咪。頭先
先有方同學問我哋點解巴士司機啊、護士啊、醫生啊，佢哋冇抗壓力嘅咩？佢哋唔需要有壓力嘅咩？但係我哋講緊嘅其實係講緊晉升，你當然要恭喜你啦！你晉升話學到更加多嘢，無可否認㗎。但係而家講緊創業同就業，我哋比較係要同時期㗎嘛。你創業係冇去到有，但係你就業你已經係學緊，每一日你可能面對嘅都係同樣嘅嘢。但係就創業你係要喺一開始嘅時間你就要面對唔同嘅嘢啊嘛，咁正咪就係累積到更多咯。但係你講緊晉升嘅，可能3年之後你要學更加多嘅嘢，咁咪學更加多嘅嘢咯。但係你由第1年去到第3年，你學嘅嘢可能就係重複啊嘛，咁咪正係創業點解比就業更加好咯？多謝大家。接住係自由辯論嘅環節，而家宣讀賽規。自由辯論發言必須為兩隊之間交替進行。首先由正方1名隊員發言，然後由反方1名隊員發言，雙方輪流發言，直到時間用完為止。各隊耗時累積計算，一方發言結束即開始計算另一方用時。喺總時限內，各隊員嘅發言次序、次數同用時都不限。如果一方用時已經用完，另一方可放棄發言，亦都可輪流發言，直到時間用完為止。放棄發言者不影響計分。每方均有2分30秒嘅發言時間。喺法定時間完結前1分鐘，計時員將鳴鐘1次，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喺法定時間終止時，計時員將連續按鐘2下。示意辯論員須立即停止發言，如唔停止發言，主席將立即終止其發言。而家有請雙方辯論員示咪。試咪。如果冇問題，有請正方同學開始發言。我想問下有方同學啦，創業就要負責全盤嘅工作，上至下高中低。但係如果你就業就係負責一樣工作，點解唔係負責更多，負責更廣嘅時候，人生經驗更多咩？有方同學到而家都仲係唔明人生經驗究竟係咪處於努力付出幾多呢？係嘅話，點解打工仔付出嘅努力一定唔同難呢？有方同學，今日我哋唔係話打工仔就冇努力，我哋講緊嘅係今日大家就算付出嘅同樣努力都好，今日創業嘅人佢係接觸到更加多層面、更加廣闊嘅時候，點解人生經驗唔係更加多，唔係更加廣呢？有方不停講啲創業者親力親為一腳踢曬，咁佢邊度有同人合作嘅機會啊？唔係，有方你完全都冇答過我。而家講緊咧打工仔。而家講緊打工仔可能只係為單1、2個部門去負責。但係而家我哋講緊青年創業，青年嘅時候，我哋乜嘢都冇，乜嘢都要自己一手落腳踢。高中低、前中下、前中後都要自己親力親為去負責嘅時候，喺唔同嘅工作崗位當中，點解唔係能夠吸收到更加多嘅人生經驗呢？你就係咗親力親為，唔使同人合作啦。就業我就可以有同事唔同背景嘅人合作，可以接到客戶。呢啲唔係人生經驗，唔係技能咩？點會唔使同人合作啦？我哋而家譬如講緊開一間餐廳，你要點樣去接觸自己嘅客戶？你點樣同供應商咧去做一啲合作嘅時候？呢啲咪正就係去累積緊點樣同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呢啲咪點樣去教你哋點樣去建立自己嘅人際網絡咯？點解打工就係重複工作，創業就唔係重複工作？有方來解釋一下。有方同學，我數字咪話咗俾你聽咯，喺5年入面近90%嘅青年都未得到晉升機會，咁唔通你3個月佢轉1次工，3個月轉1次工，以獲取更多人生經驗咩？咁唔係創業嚟講，一次過做不同嘅工作，深入咁了解每個工作嘅工作範圍，人生經驗唔係更廣咩？有方同學數據資料出處完全冇交代過。根據有方嘅香港城市大學市場營銷學系所做嘅調查表示咧，2014年嘅時候，近70%嘅員工咧喺25歲已經升上去管理層，統領至少1至5人嘅團隊。有方來就業係能夠不斷晉升、不斷轉換工作環境㗎嘛？我哋嗰個報告咧就係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嘅調查，同我哋講咧有90%嘅年青人咧過去5年咧都冇任何嘅晉升機會。咁你呢啲係咪呢啲數字咧？明白晒，有方來自己大學做嘅民調咧都完全唔相信嘅。第二點問有方來點解從商嘅經驗係最有價值咧？有方同學唔係我唔信啊，咁升到做管理層咁又如何呢？因為佢創咗業嘅時候，佢唔單止做管理層，佢要做晒其他唔同角色嘅嘢嘅時候，點解唔係更加廣啊？有方同學，多謝有方來承認咗啦，係有晉升，係會轉換工作環境，並唔係重複。第二點再問多一次有方同學，點解從商嘅經驗一定係最豐富呢？
就算我而家講緊咧，升咗去管理層啊，亦都要受公司嘅政治去所限制，亦都要受公司嘅制度所限制。咁相比你去青年創業嘅時候，你乜嘢都要自己落手落腳睇，點解唔係更加能夠去吸收到人生經驗？呢個先係重點啊嘛！受掣肘等於冇人生經驗。有方我想問下，做公務員係咪冇人生經驗？受掣肘咪就係少咯，你冇限制，咁唔係更加多咩？你做一樣嘢，你晉升，但係你而家需要嘅係時間啊嘛。我哋冇講過冇可能會有晉升嘅機會，但係你有應有嘅時間。你創業就係學到更加多嘢，咁咪就係更加累積到咯。有方同學，我問你，有方同學，我問你公務員係咪受掣肘冇人生經驗？你唔敢答，不如答多次啊！有方同我哋由開篇到而家，從來冇否認過就業係會有人生經驗，因為我哋係比較緊啊嘛，比較個主體係青年人啊嘛。有方同你講話要晉升，等幾耐呢？我方話原來咧5年內都唔晉升嘅時候，你要等幾耐？係咪等到老年人先嚟累積人生經驗呢？有方同學。有方同話要比較警察喺前線面對住示威者，同一個創業嘅人喺幕後面對唔同嘅工作。請你直接比較下邊個人生經驗更多。有方同今日我哋要比較嘅唔係話唔同嘅工種啊，係講今日呢個年青人擺咗喺度啦，佢想創業啦，覺得佢應該創業一定係就業好。有方同我哋逼佢就業啊嘛。咁我哋到底今日創業同埋就業最大嘅分別，咪正就係在於佢個心態、佢個投入、佢個堅持同埋體會咯。有方同學。有方同學，你所講又唔係逼緊年輕人去創業咩？有方同學話要堅持，點解做公務員、做警察、做護士、做醫護人員就冇堅持呢？今日我哋見到咧，醫生面對生死，同商人咧面對盈虧賺蝕，反方時間用盡，經驗係咪一樣呢？多謝。反方仲有1分鐘嘅時間，可以繼續發言。其實有方咧，成場比賽成日話我方咧逼年輕人去就業，有方其實何嘗又唔係逼年輕人去創業呢？今日我哋見到嘅情況咧好唔同㗎。年輕人有各自佢嘅理想，有各自唔同嘅性格，佢按住自己嘅性格做自己想做嘅事，咪得咯。有方同我哋講話咧，要實踐理想。點解從商係年輕人唯一嘅理想呢？我哋見到年輕人咧有抱負，我剛才一副都講過咧，佢哋可能會做啲社區服務嘅工作，做社工、做區議員。點解呢啲嘅工作就等於冇人生經驗呢？我哋更加見到咧，有年輕人去考警察，去考海關、消防員，去拯救生命、服務社會。點解呢種嘅經驗喺有方郎眼中一定係少過創業嘅價值呢？希望有方郎見面能夠把握時間咧，逐一解答。第三點，今日我方成日問有方郎啦，創業我哋面對到嘅咧，可能只係1-2個合夥人，佢哋一齊合作。但我哋就業見到咧，就係唔同階層、年齡階層嘅上司去面對，去睇佢哋。下方時間用盡，請立即停止發言。而家有1分鐘嘅時間，給予雙方就總結嘅準備。有請反方結辯胡文軒同學，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人計時完事。試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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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今日嘅辯題咧係討論年青人未來嘅發展路向。咁我嘅發展路向咧好簡單，我想做一個公務員。咁大家有方今日嘅邏輯咧，其實咧我唔應該做公務員㗎，我創立個政黨啊。點解咧？嗱，第一，我做政黨咧可以由策劃個選舉嘅戰略咧，到親自落去做宣傳咧，全部都一句踢晒，好多經驗㗎。而且咧又可以實踐翻我服務嘅理想，好正啊，好多人生經驗。嗱，在座各位去到呢度咧，我覺得我都黐咗線啦。點解一定要做公務員？
點解政黨就一定係好啲呢？所以其實的而且確就係今日我哋見到創黨去呢個創業同就業去做公務員，各自都有佢自己嘅獨特嘅經驗，揀邊條路根本就係因人而異嘅。既然我想做公務員，咁咪去做咯，唔可以逼我一定要去搞創黨噶嘛。所以今日我方之所以認為今日創業無法完全比較，就係因為佢要視乎情況，因人而異，根本冇可能逼晒所有人去同一條路。如果有方今日覺得呢樣嘢係絕對有得比較嘅話，麻煩有方嘅見面把時間嚟解釋下點解所有嘅創業利處必定係凌駕晒喺就業嘅利處。嗱，總結全場咧，其實今日我哋雙方立場好簡單，我方認為咧兩者冇得比，有方咧依然堅持有得比。有得比嘅原因係咩咧？我哋主要咧分兩個，我哋不妨逐一睇下。第一咧，有方就係認為咧創業咧，因為親力親為就可以學更多嘢啦。咁前提都係你要做嘅嘢真係涵蓋晒就業所有嘢啊嘛。有方講到係啊，所有嘢都一腳踢啊，咪就一腳踢到。咁我邊度有同人合作嘅機會咧？咁我自然作為一個就業，就算係一個打工仔，我都有更多可以同人接觸，更多同客戶相處，同同事合作做一個計劃嘅呢啲機會噶嘛。既然你多個決策嘅機會，我多咗合作嘅機會，大家都有唔同嘅機會得罪嘅時候，有方點解必然話呢樣嘢係更好咧？到頭來所有嘢都要視乎情況。第二日有方咧就話咧，因為佢實踐到理想，所以創業必然比就業更好。嗱，呢方面咧我有三個唔明白啦。第一個，唔通而家就業做唔到咩？第二，我方一副咧都已經開始問你啦，咁想做醫生、護士嗰啲做咗啦，係咪又唔叫實踐理想咧？第三，我方頭先台下發問有同你講啦，咁想做社工嗰啲可以創咩業咧？呢三條問題有方都完全答唔到，可見其實今日有方都明白到咧，單靠創業固然可以幫到一部分人實踐理想，就業咧又可以幫到一部分人實踐理想喎。根本兩者都有同樣嘅好處，同樣都做到實踐理想效果，只不過對適合唔同嘅人啫嘛。咁就點可以夾硬話呢樣嘢必然係創業就完全凌駕晒喺就業之上呢？再各位，其實有方今日講好多商業做創商嘅利處，咁問題係現實社會上係咪真係所有做商業去創業嘅人就係最叻、最有經驗呢？其實我今日咧就諗起一個港台節目叫《窮富翁大作戰》，節目咧就安排企業家落去做一啲低下階層嘅工作，咁樣咧按照有方同邏輯咧，掃街啊、洗碗啊、運動呢啲咧好簡單啫嘛，佢創業嘅喎，一定識㗎。到頭來咧，佢哋完全適應唔到呢啲生活，做到隻嘢咁樣苦不堪言。若然今日如果真係如果創業真係帶咁多人生經嘅時候，點解佢哋會適應唔到？點解都會同樣同情呢啲就業嘅低下階層嘅人呢？就係我哋見到今日所有嘅人，唔同嘅人有唔同嘅特質、唔同嘅經驗，根本冇一個絕對嘅標準可以套用晒落去，評核晒所有林林總總嘅經驗，夾硬將佢哋比較邊樣更重要。其實每個行業、每個崗位，甚至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故事，各自各精彩，各自嘅人生經驗，根本冇辦法話邊個最有智慧、最有經驗、最為高尚。其實只要每個人喺自己一路有努力反思，有揀一條啱自己路，累積到自己想要嘅人生經驗，佢自己都可以做到佢想要嘅嘢。有方今日都話唔可以二擇其一，今日要青少年實踐理想，唔係都應該俾佢哋隨心而行，而唔係局限佢嘅出路咩？多謝各位。下方意見所用時間為4分09秒，冇過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正方葉建國君琪同學，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人計時完事。試咪。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好簡單，搞清一點先。而家你想做公務員，你為做公務員咯，冇人話過唔俾你就業啊。你想創業就創業，你想就業就就業。但係無可否認㗎，可能你去創立一個政黨，無疑你係可以獲得嘅人生經驗真係比做一個公務員多㗎。其實好簡單，道理亦都係咁簡單。微軟、Facebook、蘋果公司個個都想要，相信每一個人都希望可以事業成功。但係創業要找最合適的人，不一定要找最成功的人。凡事起頭係好難㗎，但係我哋係咪就要咁唔做呢？創業比起就業多咗無數嘅問號。創業唔一定成功，但係有時
正係創業唔係一定要為咗賺錢，係為咗理想，為咗可能服務社會啊，或者係試下啦，懷念年輕，我哋有本錢㗎嘛。正係咁就係創業。總括全場，今日雙方嘅分歧點好簡單，有兩個。第一，創業就業係咪一樣？大家係咪可以累積到各樣唔同嘅人生經驗？但係我方論述多樣性係總係比局限性更加好。有方同學唔理唔緊要，但係就業嘅局限性，我哋點可以視而不見？就業幾時做都得，但係創業嘅機會係咪一路係咁等你呢？創業並唔係上至下，而係由下至上，每一層你都要去做，要去投入工作，邁向成功。正係創業嘅本質。從創業嘅第一日開始，你要主動朝住自己嘅目標進發。每一日對你嚟講可能係新挑戰，但係你唔知幾難，唔知會唔會成功。正係推動你去創業，正係你試過你先知道係咩叫做一回事，並唔係人哋話俾你聽，你會有啲咁嘅經驗就係咁噶嘛，唔係一定啱噶嘛。我哋凡事就要試下先知道，先係一個人生經歷。有方有嘗試質疑啦，話我哋你都係學一啲嘢啫嘛，你係每樣都學啲，咁你會學唔得好多咯。但係反而我哋學一樣嘢，晉升完之後，咁咪就係學到好多嘢咯。但係重申一次，時間我哋而家係創業。年輕乜都唔知，咁咪正係由零去到有，咁咪就係學到好多嘢咯。並唔係好似就業咁，人哋教晒你，咁你何來有好多人生經驗呢？其實就業往往係被動，以完成工作清單為主。每日返工可能大同小異，今日寫信、寫計劃書、開會，聽日下年一樣。但係創業嘅你唔同啦，係主動要做唔同嘅嘢，投入到極高，希望搞好佢。為咗成功，你會竭盡所能投入，冇嘢可以阻止到你放棄，甚至係你可能會開到好嘢㗎。但係正係因為你開到好嘢，你都要去做到，因為你想成功，並唔係好似就業咁啊，俾老細逼做啊，咁就係要做咯。但係其實你心目中係咪真係想咁呢？唔係㗎嘛。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做任何事情結果唔係一定最重要，過程先係最精華所在，先係真正嘅人生體驗。毛澤東主席曾經同我哋講過，要知道你嘅滋味，你要親身試一試。人嘅一生如果冇經歷、冇試過、冇落手落腳，又點叫做一個人生嘅體驗？總括而言之，一個永遠淨係識低頭嘅人，你點會知道沿途嘅風景有幾優美、幾靚？點會知道原來而家已經係前面係轉晒？點知道一片光明？其實年輕係應該闖一闖，經歷更加多，衝破逆境。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希望大家把握年輕，創業一番，邁向成功。多謝大家。正方協議所用時間為4分04秒，冇過時，無需扣分。經過一番爭辯，比賽告一段落。有請各位評判喺給予分數之後，就今日對賽雙方嘅表現俾一啲寶貴。有請評判就今日雙方嘅表現俾一啲寶貴嘅意見。首先有請曾鈺成主席上台。主席、各位同學、各位評判，兩隻照例咧都要祝賀一下兩隊嘅表現。事實上而家咧，因為我知道咧，各個大專院校咧都有辯論隊，佢哋都即係好
多出賽機會。剛才講話下個禮拜有一次啦。當然咧，即係香港亞洲青年協會咧，又提供咗多一個機會俾各大專院校嘅辯論隊較量啦，呢個都係非常之好嘅機會。呢個係正話兩隊嘅表現，我自己覺得都係相當好嘅。就嗱，不過咧有一啲小節可能都請大家注意下。我覺得咧，即係辯論咧，因為你係喺個台上嗰度講嘢，就講俾啲觀眾聽，講埋俾評判聽。咁所以首先咧係一個表演嘅藝術嚟嘅。我覺得即係辯論本身。咁變咗你聽嘅人聽得舒唔舒服，同埋佢睇住你喺台上嘅表現咧，佢嘅感覺係好定唔好？咁呢個都好緊要。有幾樣嘢大家留意下。第一個咧就呢個咪咧，你個個上嚟都試咪試幾下啦。個咪同你個嘴啊，距離幾遠咧係有一個最好嘅一個距離嘅，你要試出嚟，你試咪都要試出嚟。我發覺咧8個同學當中咧，大部分呢個咪離呢個嘴太近，所以你講評判或者你講創業嘅時候咧，喺下聽起上嚟咧就即係有啲好辛苦嘅。所以一般嚟講咧，你唔好距離得太近，咁嗰啲爆破音啊，嗰啲即係刷嘅音就唔會令佢聽起上嚟辛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每一個人把聲咧天生嘅冇法子啊！我把聲係咁差嘅，但係每一個人咧，你把聲靚唔靚咧，都有一個你嘅聲調唔同嘅時候咧，都有一個令人哋聽起最舒服嘅嗰個聲調。所以你都留意下嗱，正方嘅一副咧，你出嚟試咪嘅時候，你把聲靚到不得了。我一聽我就即刻 mark 住啦，我話呢個係播音員嘅聲音。因為你可以做呢個DJ 嘅，但係到你真係辯論嘅時候，因為你緊張喎，你咪好緊張咧。即係起碼即係你覺得嗰啲好肉緊啦，可能咁同埋個咪又離得嗰個嘴近咧，就係咧嗰個靚聲唔見咗喎。咁所以你留意一下，即係每一個人你嗰個，如果你聲調高咧，就係啲人哋聽起上嚟嘅時候好辛苦嘅，但係你可能俾啲壓力俾人，可能或者咁都唔定。如果你太過低沉咧，咁就係嘛，未必一定好好。所以你注意一下你嗰個聲調啦。咁就係嗰個吐字嘅嗰個速度，我覺得就即係雙方嘅主辯同埋結辯咧都幾好嘅。但係點解中間嗰兩位咧都略為偏快啦？即係你如果尤其是喺嗰個自由辯論嘅時候，可能好多嘢想講啦。咁但係你如果你一講嘢一快得滯咧，就即係聽起上嚟又會辛苦。咁所以你嗰個聲調、你嗰個速度同埋你同個咪嘅距離咧，每個人你都可以教到一個令人哋最舒服。嗱，咁呢個係聽覺嘅享受。咁啊，你企喺度咧，視覺都係享受嘅喎。咁啊，有啲同學咧唔明顯，你企喺度咧睇起上嚟舒服好多。咁第一咧，你唔好喐得太多先啦。如果你個身喐得太多咧，就係睇起上嚟唔係幾好睇。第二咧就你大家互相可以切磋下咧。有啲同學佢嘅手勢係做得好好嘅，睇起上嚟好舒服，而且即係有配合到佢講嘢就有力嘅。咁但係有啲咧，佢太過重複嘅時候，或者啲手勢太過急促嘅時候咧，好多時係會令人哋睇起上嚟就冇咁舒服。咁仲有咧眼，你嘅視線啊，兩個主辯咧有一個局限咧，就因為你要睇住個稿啊。咁變咗隻眼咧就好多時睇住呢張紙，就唔係睇嗰個台下嘅人。就反為咧中間即係一副二副咧，就係、因為係同對方係去對策啦。咁咧就幾好，即係你即係已經有咗你要講嘅嘢要表達出嚟，就唔使揸住張紙，唔受嗰個。你雖然揸住張紙，但係你唔受你嗰個稿嘅限制咧，
就反為個眼神同呢個台有接觸，呢個係好嘅。咁另外嗰個面部嘅表情，寬容啲得唔得啫？通常嚟講咧，就算你講嘅係好嚴肅嘅嘢咧，如果你間唔中有啲笑容咧，即係嗰個觀眾會舒服啲咯，好嘛？咁就個內容嗰度，我留翻俾其他評判講下啦。你哋覺得即係如果俾你哋抽籤，係咪抽籤啊？呢個唔係揀。如果俾你哋有得揀，你情願揀正方定反方？啊？你都係揀反方？嚇？咁你睇下你嗱反方咧就採取咗一個比較弱嘅立場。嗱正方咧，因為你嗰個辯題係青年創業比就業更能夠累積人生經驗。咁所以你佢哋講得啱嘅，主辯一出嚟，你要證明你呢個辯題要成立咧，你就要證明係創業比就業好啊，即係以累積人生經驗，咁你先叫成立。咁你哋咧就攞咗好聰明嘅一個立場，冇得比，你即係話冇得比較，兩樣嘢冇得比較嘅。咁即係佢咁咧就總之冇得比較。咁啊，我覺得呢樣嘢，但係咧，其實咧，你第一副辯出嚟講嘅時候咧，主辯都有啲內容，其實係已經講咗咧，就業咧係可以仲比創業嗰個經驗更加珍貴喎，更加豐富喎。你哋其實有講到呢樣嘢喎，點解唔採一個強啲嘅立場？因為我話其實就業仲好，我覺得辯起上嚟可能會更加，即係我就中意咁樣，即係你更加鮮明啲啊！我認為就業更加好，咁你舉例啊，你即係去立論咧，我覺得更加過癮。我唔同你拗，我呢個創業係有呢個經驗，不過其實冇得比咁咧就我覺得就即係稍微弱啲啦，嗰個立場。咁不過咧，即係要定一條正反雙方都係咁好辯嘅辯題咧，的確係唔容易嘅。咁雙方我覺得都做咗相當多嘅功夫。反方嘅第一副辯咧就係、你腦筋轉得好快，即係你出嚟回應對方講嘅嘢咧，做得好。不過咧，你唔係講晒，你哋追到後來嗰個自由辯論嗰度，可能嘅時間嗰度掌握嘅問題啦。咁你嗰個人講晒，咁就變咗即係嗰個合作嗰度咧就冇咁即係冇咁好啦，變咗上。其他嗰啲我留翻其他評判同大家講啦嚇。咁再次就祝我兩隊嘅表現都非常之好，多謝大家。吳克儉局長嘅評語將會喺頒獎禮致辭嘅時給予，之後有請馮樹芬博士上台。感謝大會，亦都感謝各位同學喺咁凍嘅天氣底下保持辯論嘅熱誠。作為一位都仲有熱誠嘅辯論員或者前辯論員啦我講一啲我嘅經驗同大家分享下。首先第一件事就係試咪遊戲啦。咁我嘅年頭咧，基本上就試咪咧就冇機會俾大家講到你嘅經歷嘅。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經驗。不過我調翻轉再問大家個問題，其實喺辯論賽裏邊有冇規定一定要用咪？從來冇見過相關嘅規定，冇規定一定要用咪，呢個第一。咁所以用唔用係你嘅決定 ，OK？ 咁試唔試亦係你嘅決定。所以曾主席剛才講基本上如果你把聲真係靚到絕評判觀眾都聽得到嘅。咁你完全可以揀唔到 ，OK？ 好啦，咁調翻轉頭啦，我哋睇下呢條有趣嘅辯題呢條有趣嘅辯題咧，就係青年創業比就業更能累積人生經驗。咁我哋睇到呢場比賽咧，
雙方真係好努力，亦都好精彩。不過我想問大家，其實如果雙方嚟睇，關鍵詞喺邊度？呢個係我哋玩辯論訓練一定首先第一個問嘅問題嚟嘅，就到底關鍵詞喺邊度？各位大部分時間喺度發揮咩啦？創業、就業、人生經驗。不過我哋有一個有趣嘅關鍵詞係要留意嘅，累積。係因為呢場比賽你睇下打到中段以後個情況係點咧？雙方都冇乜彈藥。雙方要面對嘅問題都係同一個嚟嘅，就係、有幾多嘢去證明嚇，尤其是好多時候會 shift 咗去到底人生經驗同埋抱負理想嘅關係啦嚇，人生經驗同互相點樣進行比較嘅標準問題啦，呢啲當然係一啲好重要嘅課題。不過累積係有好多唔同向度可以打嘅。累積嘅量、累積嘅質，以至到我哋進一步嚟睇，累積仲有連續性。如果喺呢啲位置上面，我哋諗多一步嘅話，我哋可能會超前對手。所以我而家想同大家講嘅就係，你點樣累積人生經驗？創業同就業應該都有累積嘅，亦都甚至如果你有啲好特例嘅情況底下咧，會有啲反向嘅累積嘅。如果呢啲東西我哋都考慮到嘅話咧，咁呢一場辯論比賽咧，嗰個可能空間咧就會遠比我哋而家今場打得大。呢個係即係作為一個辯論教練，我對大家都係有期望嘅喺呢度。將來我哋仲可以累積多啲辯論經驗，我哋可以做多啲。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部分。咁當然我哋可以咁講啦，正方係有佢好精彩嘅立論部分嘅，就係、經驗係多樣性嘅嚇，我哋甚至係要試過先知嘅嚇，真係親身品嚐先有機會嘅。咁嗱呢個位咧，正方其實喺呢條線上邊咧，去到結緣即係喺中段咧係做得比較散，你係應該要做多啲呢一方面嘅例子、具體嘅事例嚇，甚至回應反方呢一方面嘅攻擊，咁先至會做得比較成功。相反嚟講咧，調翻轉頭嚇。反方嘅遊戲就係模糊條辯題，跟住就認為冇比較性。但係嗱，我完全認為咩咧？有一個地方係極要小心。除咗曾主席剛才講氣勢會減弱之外，另外一個困難嘅地方就係、有啲時候你被逼比較，咁你又話冇標準因人而異。咁請問呢啲比較點嚟嘅？根據咩標準嚟做到嘅咧？嗱，呢啲地方正正係成個辯論裏邊我哋要關心嘅。咁最後就係、作為一個中文教師啦總係要同大家講講嘅。有辯論裏邊咧，我哋用緊一個粵語嘅遊戲。咁呢個遊戲咧就係、需要我哋盡量減少懶音等等之類嘅。例如嗰啲講唔好變成趕啦。雖然我哋一路咁講，但係都唔係好趕嘅啫。OK，所以從咁嘅角度嚟睇咧。其實我只能夠咁講啦，最後嘅總結就係、雙方其實都已經令到我哋響即係今日咁嚴冬嘅情況底下咧，得到適當嘅火花我應該感謝雙方同學嘅。而根據阿蕭伯納先生講咧，一個演講咧，基本上最精彩嘅應該係咩咧？同啲女士嘅迷你裙一樣，越短越好嘅。我今日喺嚴冬裏邊已經講到拖地長裙咁，多謝佢。多謝馮博士，之後有請林雲峰先生上台。我都要試下咪先。多謝。即係你哋即係我因為我未試過辯論嘅，咁參加見就睇得好多啦。但係我覺得就即係少少意見啫嚇。可以縮短少少，即係特別啲喺詞鋒表達嗰方面咧，盡量用啲簡短少少嘅就
使喺後邊都係叮叮叮啊！即係時間掌握係好重要。咁啊，第二個咧就係因為你哋都係學生，即係我作為一個既創過業又就過業嘅人咧，都深有體會嘅。咁啊，雙方大家都講得幾好嘅，但係咧就喺立論嗰方面咧，的確係正方咧係相對比反方咧係好少少，因為反方咧後邊想避，即係我哋講叫大家交鋒嗰一下咧，你哋一突然間將嗰個話題轉咗去一個想避開啫，喂冇得比較，咁冇得比較咁我哋走嚟做咩？咁啊嗱呢樣嘢咧就係即係稍為弱少少，因為其實我今次比分係好慘，因為真係兩邊唔知點比啊，個個都好叻。嗱我比分我唔睇你哋裏邊嗰啲關於到底創業好啊定係就業好啊，因為我係純粹比技術分嘅啫啊，因為你哋兩個都冇經過呢個經驗嘅，因為我哋都知嘅，只不過係大家就住自己所攞到嘅材料嚟去辯論嘅啫。咁啊，但係咧就雙方都唔錯。咁阿曾主席即係講得好經典嘅啫。我即係聽到阿曾主席咁樣講咧，我都開咗下竅啊。咁啊，好多謝咁多位，多謝各位。之後有請易炳輝先生上台。咁啊，大家好啊！聽完曾主席嘅意見，我都開少少先個咪。咁啊恭祝兩間院校先啦，上演咗一場好精彩嘅辯論比賽。咁啊雙方喺呢個辯題之中咧，都有做咗好多功課。咁啊，見到大家都好多唔同嘅分析數據，做咗好大量嘅功課嚟支持大家嘅論據。咁啊各位評判你都俾咗好多意見啦，咁樣而我覺得呢個論題咧，咁啊其實阿馮博士講得好啱，係點樣更加可以累積人生。咁啊其實我個人覺得大家可以用呢個嘅學習態度啦，無論打工好做老闆好，大家都會學到好多人生嘅道理或者人生嘅經驗。希望大家用一個正確啲嘅正面嘅態度，將件事會做得好啲。咁啊喺度。呢個論題咧，正當咁多位同學仔會喺呢1-2年啦，或者會面對嘅問題啦。咁啊，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可以賣廣告先，可以揾翻我哋香港亞洲青年協會，因為我哋咧有個創業基金嘅，同埋我哋理事會入邊咧好多都係唔同階層嘅老闆。咁啊，如果一副面咁啊如果真係好想揾暑期工嘅，可以揾我哋傾下偈啊！咁啊喺度咁啊，多謝晒大家。OK。多謝晒。之後係致送紀念品嘅環節。首先有請香港亞洲青年協會副理事長兼常務會長李志遠先生為我哋致送紀念品。首先有請曾鈺成主席上台接受紀念品。有請香港亞洲青年協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朱善女士為我哋致送紀念品。請吳克儉局長上台接受紀念品。